所以来看咱台湾总统的大选一个结束，美国驻青代表团昨昏就来台湾访问，不过并无伫咧桃园机场发表谈话。今仔日会甲各界的政治领袖见面，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心。 总统大选结束，民进党赖萧培拍破8年政党轮替魔咒。伫大选过当日暗时，也就是14，美国政府才往例伫选后指派驻青代表团以私人的身份访问台湾，包括美国政府国务卿史坦伯格、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，也个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，15家台湾各界政治领袖见面。 传达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心。外交部代表伫咧机场欢迎美国政府国务卿史坦伯格，不过代表团无伫咧机场发表谈话。伫咧知影这边台湾大选的结果，美国总统拜登对媒体问题即个呐回答，无支持台湾独立。相信从现在到520就职典礼呢，双方应该有很多的。 坦诚的这方面的交往，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。刘义辉表示，事实证明中国介入选举，颠倒得到反效果，希望中国方面尊重选举的结果，理性看待两岸新局，伫咧无设前提之下，甲南方进行沟通对话。另外，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也来台访问。我非常荣幸啊。 能够得到大甲光夫会长代表日本亲自前来致贺。いよいよこれからまた台湾と日本が手を携えてですね、東アジアの発展と世界の平和のためにですね。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主动甲伊小揽礼仪，感谢几多年来好朋友专工自日本来台湾甲伊恭喜。大乔光夫甲立华昆访团也拜会总统蔡英文，表达希望台湾甲日本的关系会当继续稳健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